cái聖經講出馬太福音11:28節係樣講到攏仲學嘅約嘅來亞里主耶穌講攏仲要開導痛苦嘅，要承擔開導嘅。上帝講來亞里，我本意看廢咩意思呢？是個世界的行道，是個按到痛苦，按到問題，咪就是個約，咪就是個學。耶穌講來亞里，我開路本意，我隔你聽住通才。意思嚟講，是個要道教嘅。上帝嚟講，上帝要答應切㗎。所以呢個經書1哥林多2thì叫這樣講到，經書寫攏仲你唔是看到嘅，你唔是聽到，你空唔是聽到嘅，你心中道理唔是上道嘅，唔是律道嘅。上帝準備將本切加錫上帝嘅人，嗱係講切加要惡要黑要痛苦要問題，切加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上帝開路本切加，切加上唔到嘅，切加冇看到嘅，心中道理唔是律道嘅，而空你唔是聽到嘅，佢準備將本切加，因為上帝耶穌基督錫切加，佢更加統裁帶切加係特勝嘅路，阿門。